我哋嘅運動員喺2026年一開始就展現出強勁氣勢，而中國香港男子花劍隊再次為全城帶來金色時刻。上週末喺巴黎舉行嘅 FIGHT 世界盃賽事中，港隊以一場緊張刺激嘅勝仗，為2025至2026賽季畫上完美句號，成功登上頒獎台最高位置，勇奪金牌。呢面金牌亦係港隊第二次喺世界盃奪冠，延續咗2024年主場創下歷史性勝利嘅輝煌。由奧運冠軍張家朗、世界冠軍蔡俊彥，聯同林浩朗同鄭鐵男組成嘅港隊，喺決賽面對實力強勁嘅美國隊時一度落後，但終將沉着應戰，展現出驚人韌力，逐步追近比分，帶住2分差距進入最後一局。蔡俊彥打出完美表現，成功鎖定勝局，為香港奪得金牌。最終，中國香港力壓美國同日本封王，為香港不斷壯大嘅劍擊傳奇再添一項重要榮譽，進一步鞏固港隊喺國際賽場上嘅地位。